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要和观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：我伫中医诊所讲台语。中医啊和西医是两种无啥共款的医疗系统啊，因对真侪病症的解说和治疗的方式啊，拢无共款。伫咱一般台湾人的观念内底啊，若是要调养身体、要治疗慢性病啊，定着拢爱去看中医诊所。那安尼啊，伫中医诊所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句型咧？咱病人啊，要怎甲医生形容咱的病症？医病院的工作人员安怎对咱提供适合的医疗服务咧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咱知影。中医诊所的医疗项目啊，有真侪款，复健类啦、调养类啊，和民俗治疗，这些需要的诊断啊，拢总无共款。所以伫咧挂号的时啊，柜台定会直接问讲啊，请问你叨位无爽快？这时啊，咱会当直接甲柜台讲啊，我脉事未顺，我拍球骹去闹着。也是直接讲啊，我干那要调身体尔啦。咱讲脉事，也有人讲是来势啊，就是华语讲的月经啦。安尼啊，咱简单甲柜台讲咱的症头了后，因就会替咱安排适合的医生。热人的时啊，天气真热，有真侪人啊会伫室内和室外走来走去。迄室内的冷气和外口啊热翕翕的空气交替啊，定定都会热着啦，就是着煞。华语讲是中暑啊。这时有真侪人就会去找中医哦。这时咱会当甲柜台讲啊，我敢若是去热着，想要来烤一个。烤啊，就是刮痧，伊会当互咱的血路循环较好，嘛会当互筋肉放较灵咧。其他啊，伫中医诊所会有的治疗，佫有斩脉、大骨药、敲骨这些，就是华语讲的把脉、贴药布、整骨。另外，除了物理的治疗以外，中医也定会开药啊英国的中药拢爱用煎的、用转的啦。若即马拢用科学中药啊，迄甲西医共款，一包一包，一解一包，真方便啊。摕药仔时，咱就会问护理师讲：这药啊安怎食？安怎食？就是咧问讲，一天爱食几摆？饭前也饭后食，即所有的问题拢包伫即句内底。安尼啊，护理师就会甲咱详细来说明。复习，你叨位无爽快？我脉事未顺。我拍球骹去闹着，我干那要调身体尔，我干那是去热着，想要来烤一个。这药安怎食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中医啊，伫传统上拢是用台语来对话哦，所以伫中医讲台语就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咯。今仔日咱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